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2篇5节到12节，耶利米书20章第7节到13节，彼得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日子。台湾总统大选以后，以及这个立法委员选举已经结束了，那各界都期待着各大政党能够在选后有所检讨，但是却发现有2个政党非但没有自我检讨，反而检讨起民调啦、投票率啊，甚至就有人怪起了那一些被称为自己的粉丝，说他们都没有出来投票。这样的情况其实不但是实际在生活中发生，在政治上，在一般的生活传统当中经常出现以外，其实圣经里面也有类似的记载。因为人总是喜欢在遇见困境的时候，就来怪天又怪地，怪别人又怪上帝。耶利米书20章第7节到第9节，耶利米先知他所说的话。耶利米他埋怨上主了，上主啊，你愚弄了我，我上了你的当，你比我强大，你胜过我，人人都戏弄我，他们整天把我当笑柄，我每次开口都要大声喊叫，高声喊着暴力毁灭。上主啊，我宣布你的信息，总是招惹讥讽、藐视。但当我说我不再提起上主，不再奉他的名宣讲，你的话就像火在心中焚烧，钻进我的骨髓，我憋不住你在我心中的话，我不得不说出来。耶利米先知说了在耶利米书18章19章的预言之后，就让圣殿的祭司、圣殿的总管巴施户尔不高兴，就把先知耶利米抓起来，并且打他。因此耶利米先知就非常的不高兴，说到前面这一段的话，他埋怨起了上帝，说呢，上帝比他强大，胜过他，派他去讲预言，却让他被人取笑、戏弄，又被抓起来打，就因为他没有办法拒绝，不说这个预言。耶利米先知将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归罪给上帝，这个态度当然是错误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说对了，就是在第7节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：上主了，你愚弄了我，我上了你的当，你比我强大，你胜过我，人人都戏弄我，他们整天把我当笑柄。耶利米先知接着又说：我听见有许多人的耳语，那谣传四为恐怖的来了。我们来告发他，连我的知己的朋友都等着看我身败名裂。他们说：让他上钩吧，我们就抓住他，向他报复。但是上主啊，你与我同在，你强大有力，威无可畏，
压迫我的人都要失败。他们的阴谋败露了，他们将永远蒙羞，人永远忘不了他们的耻辱。但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你按公道判断，你透视人的心肠，求你让我看见你保护我的敌人，因为我把我的案情交给你，要歌颂上主，要颂赞上主。他从邪恶人手中抢救被压迫的人。这是耶利米书20章10节到13节。上帝的能力是大的，他是掌管人的生命，并且他是日子的上帝，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上帝。换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们的日子都是上帝所掌权的。彼得后书3章第1节到第7节，在经文的标题写着说，主应许再来。彼得这样说：亲爱的朋友们，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2封信，在2封信里面，我都提醒你们这些事，来激发你们纯洁的思想。我要你们记得古时候圣先知们所说的话，以及我们的救主借着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命令。最主要的是，你们必须知道，在这末后的日期，有些人受私欲的支配，会出来讥笑你们，说他不是应许要再来吗？他在哪里呢？我们的祖先都死了，一切还不是跟创世之初一样吗？他们故意不理会上帝在太初用他的话创造了天地这事实。地是从水和借着水而形成的，旧的世界也是由水，就是洪水所消灭的。现在的天和地也是同样的，凭着上帝的话保留下来的，要等着不信的人被审判、被消灭的那一天，好用火烧毁。诗篇62篇第5节到12节，我安静等候上帝，你是我唯一的希望，只有他保护我，拯救我，他是我的堡垒，我不至于惨败。我的拯救和光荣都在上帝，他是我坚固的堡垒，是我的避难所。我的子民啊，你们要时常信靠上帝，你们要向他倾吐心意，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贫贱的人不过像一口气息，富贵的人都是虚幻，把他们放在天平上毫无重量，比一口气息还要轻。你们不要倚仗暴力，不要幻想靠抢劫发财，纵使财富增加，也不要依靠他们。我一再听见上帝说过，权力都属于他，他有不变的爱。主啊，你要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赏赐。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自己所相信的上帝是全能的主，是看顾保守每一天的上帝。即便在遇见困苦，也必定有主的看顾与保守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